好來看這中元節款拜拜呢，真濟人攏會去買台南的關廟麵。也毋過最近呢，因為這過道攏會落有西北風，所以做麵的時間有去前着。日頭卡大粒乾、細粒乾，工作人員甲一個一個比台擺幾排，這頂懸放的就是關廟麵。關廟麵就要經過日頭甲自然風曬2天，講安尼食起來較好食。這陣中元普渡要到啊，台南關廟做麵工廠，這陣蓋無閒，就算一工的產量有3檔，6月提早趕工，庫存嘛是空，刷落來會有寡雨水，互因大家攏咧搶日頭。訂單加3成，產量減2成，為着應付咱國內這個普渡的迄個單吼，阮會甲外銷的這個訂單吼比較較延期。另外一邊有業者認為，今年的產量甲銷量甲去年同期無真差真濟，堅持靠日頭曝麵的制程，麵若拍無擔，就驚熬生菇。為了避免無法度照時間交貨，有做麵的工廠驚到時日頭無嚴，所以咧接單有先品明，若準天氣無好，就會主動退單，也是延後出貨，確保品質袂走精。如果天氣真的不太好的話，就是偶爾會退一下單啦。7月底到8月中旬，有可能會往8月底，可能都會受到大低壓帶的影響。所以說，我們就是說，今年的話是有影響到的啦。影響到說產量也不能說供應得很足夠這樣子。這波無穩定的天氣主要透西南風，所以雨水會較濟，造成南部地區這陣下晡較會落西北風。南部的天氣，那從明天早上開始可能會逐漸開始有陣雨或雷雨，那降雨幾率的話會高達70%左右。雖然因為天氣無穩定，互伊歹做工課，不過業者也是會隨時看天氣、看書辦書。氣象署南區氣象中心提醒，這波水氣愛到2個了後，才會較收煞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